伫台南里月新春活动当中，每一档拢起数十万人潮的正统罗里门圣母庙宴会迎春，今年将伫2日8元宵东港盛大登场。到时除了有一系列的艺文表演甲游行，也有传统的编春牛、唱春牛，以及大家上届期待高空烟火秀。庙方表示，今年同款开上千万来精心规划，12号上午伫济济贵宾的见证正式开炮。开炮！咱做个礼物嘛，来庇佑着咱大家，咱丙午年会当马年行大运。大年初开始本庙推出这个安太岁，点祈福灯，过7个平安桥。元神殿2桥骹九品莲花等重要的仪式，协助咱的信众会当消灾解厄，祈福转运。根据了解，为了欣赏一年一度的高空烟火，香客大楼的118间房早就被预定，甚至预约明年的冬季。立委陈廷辉甲副市长江林煌嘛共同出席，关心今年将再次震撼台南新春的庆典。罗里门圣母庙要举办，咱已经30多档来拢有迄个新春即个迎春牛、编春牛、抢春牛，个风炮，个有高空烟火会使讲非常盛大伫咱即个圣母庙过年时大家拢做期待，就是我们的国际烟火，还有我们的风炮。而且咧，伫咧进前就是我们的编春牛，哇，游春牛、编春牛，所以这是咱台南咱圣母庙土城非常特有的。当然，安全是活动成功的基石。庙方会长嘛邀请土城消防队选择炸风炮、抢春牛的安全装备，期待伫罗里门马的庇佑，大家平安迎接新的一冬。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